各位網友大家好，喺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 同埋 share，最緊開埋個鐘仔，等個新片出可以馬上通知你。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宏豐縣災民長遠居住安排繼續成為焦點。繼李家超尋日表示，有相當高比例嘅業主表示會考慮接受政府向佢哋收購業權，但同時亦都有業主表示會考慮實質嘅收購價。今日明報政情專欄作家李先知引述消息表示，因為宏志國冇受到大火嘅波及，政府對於係咪一併收購宏志國至今仍未有定案。宏志國結構完好，冇安全問題，即使有少部分居民拒絕遷出，政府都冇法律理據強行收樓。如果由市建局出手，以同區7年私人樓齡嘅價格收購，政府內部就認為唔合乎善用公帑嘅原則。目前宏志國被視為燙手山芋，政府仲未揾到個合適嘅方法處理。內文引述政府官員嘅消息，從政府嘅角度，一併收購並拆卸宏志國對居民係最好嘅選擇。有官員分析，即使保留宏志國，但樓宇身處災區之中，樓宇價值已經大打折扣。日後嘅管理亦會出現種種嘅問題，而宏志國同其他7座樓宇嘅地契、業權、公共保險等，亦都仲有唔少嘅技術問題。而政府收集嘅意見顯示，宏志國居民同埋其他7座嘅居民意願相若，有相當大嘅比例居民都表示會考慮接受政府收購業權。亦都正因為咁陷於兩難，如果有少部分嘅居民拒絕收購，政府冇法律理據強行收樓，如果由市建出手以同區7年樓齡進行收購，對於其餘受災業主似乎唔係好公平，而政府內部亦都認為唔合乎善用公帑原則。另外，港股喺過去1年有顯著嘅復甦，而漲勢今年持續，但係香港證券業聯會早前就做咗一項會員嘅調查。有43% 受訪者認為今年嘅工資會維持不變，只有7% 估計今年嘅工資會有5% 或以上嘅升幅。協會解釋，部分會員係嚟自 C 組嘅中小型券商，薪酬好大程度係嚟自佣金嘅收入。C 組即係按成交額計，市佔率排65位以後嘅經紀行。即使市場交投活躍，但佢哋可能出現客戶流失至互聯網券商嘅情況，繼而影響收入，係呢個行業結構性轉型嘅問題。協會喺今年1月13至到23號進行咗會員調查，接獲152份嘅回覆，結果顯示41% 受訪者稱公司過去1年盈虧持平，有28% 稱錄得虧損。虧損主要係嚟自經紀業務佔38%，以及資產同埋財富管理就25%。而有47% 受訪者認為競爭同埋收入下跌係所面對最大嘅困難，其次就係監管合規壓力。而調查顯示，營運成本佔最大嘅開支係工資佔咗38%，租金就21%，資訊科技就20%。而當中以資訊科技開支升幅最大，70% 預計公司會增兵，並以資訊科技人員為增聘目標。協會主席嘅烏琪最後補充，目前港股大約30%係嚟自北水，但係主要係經大陸券商進行，本港券商未能夠直接受惠。建議政府探討一下喺互聯互通機制下擴大本地券商嘅角色。另外講返樓市消息，英軍羅家瑞家族再度大手入市，最新用咗大約1億5千萬買入啟德 Henry 9個單位，以及日出康城嘅1、2手，總共9個單位。根據土地註冊處嘅資料，佢哋買入咗啟德 Henry 3 9個單位，涉及7291萬5千蚊。其中一房就3A 座6樓 D 一房，成交價係767萬，尺價係21,545。而日出康城1、2手總共買入咗9個單位，當中包括3房係2手，其中一個就係 Malibu 1A 座高層 B 室，面積850尺3房，成交價1249萬8，尺價14,703蚊。呢件貨相當優質，而業主就喺2018年以1433萬9千蚊買入，次貨大約8年帳面蝕到184萬1。而佢哋家族同時向會德豐買入 Park Seasons 總共6個新盤單位，涉及4247萬4。而佢哋家族除咗今年用咗大約1億5千萬買入以上嘅物業之外，喺舊年全年有人幫佢統計過，佢哋家族總共買入咗70個住宅單位以及1個寫字樓，涉資大約11億4千萬。
另外，今日拍賣行有兩個比較特別嘅商鋪成交，我哋早前都有報道過，就係由同一業主持有位灣仔電腦特區及旺角荷里活購物中心嘅商場鋪，雙雙以10萬蚊開拍，最終賣成點呢？位灣仔軒尼詩道298號電腦特區商場 U 之層商號鋪以44萬拍出。較業主喺2010年7月以235萬買入，而家持貨11年，帳面貶值咗191萬，相等於81%。而業主持有嘅另一個鋪旺角荷里活購物中心1樓一個單號鋪，面積大約100尺，最終以49萬拍出，較業主喺2010年10月以180萬買入，持貨超過15年，帳面貶值咗131萬，相等於73%。有指兩個鋪位都丟空超過半年，業主覺得心淡，先至推出拍賣。而喺另一個拍賣場都有商鋪物業拍出，物業就係尖沙咀重慶大廈低層 C2 室，實用面積1636尺，以700萬拍出，業主就喺2012年嘅4月以900萬買入，持貨接近14年，帳面蝕咗200萬，相等於22%。另外繼續跟進埋近日嘅短炒獲利同埋蝕讓個案。短炒獲利嘅單位包括西半山華輝閣一個低層 A 室282尺，賣咗420萬，尺價大概14,800。業主喺2024年嘅9月以318萬買入，持貨1年半，帳面賺咗102萬，相等於32%。感覺上當時佢嘅買入價係平得有啲唔合理，而家持貨半年，未知有冇做過裝修。第二間係葵涌首運樓中層 D 室405尺，賣咗438萬，尺價大概10800。業主喺2025年嘅7月以360萬買入，持貨6個月，帳面賺咗78萬，相等於22%。第三間係筲箕灣盈匯1A 座低層 F 室298尺，賣咗455萬8，尺價大概15300。業主喺2025年嘅6月以393萬8千蚊買入，持貨8個月，帳面賺咗65萬，相等於16.5%。第四間係調景嶺都會站7座高層 A 室594尺，賣咗920萬，尺價大概15400。業主喺2025年嘅6月以818萬買入，持貨7個月，帳面賺咗102萬，相等於12%。第五間係大埔嘅嘉禧9座中層 C 室257尺，賣咗390萬，尺價大概15700。業主喺2025年以338萬買入，持貨1年，帳面賺咗52萬，相等於15%。至於蝕讓個案就有日出康城嘅 Ocean Marina 1A 座中層 D 室471尺，賣咗650萬，尺價大概13800。業主喺2020年以766萬5千蚊買入，持貨6年，帳面蝕咗116萬5，相等於15%。第二間係西灣河嘅 Island Residence 中層 F 室393尺，賣咗660萬，尺價大概16700。業主喺2017年以828萬5千蚊一手買入，持貨9年，帳面蝕咗20%。跟住仲有蝕讓嘅常客西貢傲龍有間18座中層 D 室906尺，賣咗1001萬，尺價大概12100。業主喺2018年以1534萬買入，持貨8年，帳面蝕咗434萬，相等於28%。第四間都係西貢傲龍8座頂層一個特色戶1841尺，賣咗2700萬，尺價大概14600。業主喺2018年以4118萬買入，持貨8年，帳面蝕咗1418萬，相等於34%。跟住就青衣嘅海悅花園2座中層2室580尺，賣咗585萬，尺價大概9900。業主喺2019年以743萬買入，持貨7年，帳面蝕咗158萬，相等於21%。第六間係大埔嘅嘉禧7座中層 G 室529尺，賣咗716萬，尺價大概13500。業主喺2018年以865萬3千蚊一手買入，持貨8年，帳面蝕咗149萬3，相等於17%。最後一間就新葵芳花園 D 座高層1號室418尺，賣咗543萬，尺價大概12900。業主喺2018年以650萬買入，持貨8年，帳面蝕咗107萬，相等於16.5%。另外就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喺星期一被高等法院判囚20年。多個海外關注新聞自由同人權組織嘅團體都有譴責判刑，要求釋放黎智英。不過英國衛報就報道，多個本地新聞行業相關嘅組織，包括香港記者協會，都未有對黎智英嘅判刑發表聲明。
報道並引述記協主席嘅鄭家瑜，佢話無法自由表達對蘋果判案嘅睇法。而鄭家瑜亦都有回應雅虎新聞嘅查詢，佢話相關嘅言論並非記協立場。佢表示近日着實無法自由就呢件事發表個人意見。記協以往已經曾經多次就蘋果日報案發表立場聲明，佢哋對呢一方面嘅諗法冇變。佢補充，無奈嘅係我哋要做往日唔需要做嘅權衡同埋抉擇，先至令我哋得以繼續日益困難嘅工會工作。今日就講到呢度，如果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 同埋 share。